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61篇4至5節，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裡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隱密處。神啊，你原是聽了我所許的願，你將產業賜給敬畏你名的人。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裡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隱密處。神啊，你原是聽了我所許的願，你將產業賜給敬畏你名的人。守約施慈愛嘅神，我哋堅心投靠你，停留喺你嘅同在中。你對我哋嘅愛係永不改變。我哋要讚美稱謝你，以感恩嘅心嚟數算你喺我哋生命中種種嘅恩惠，保守我哋有平靜安穩，亦有從神而嚟嘅信心、力量同埋盼望。神啊，你原是聽了我哋所許嘅願，你將產業賜給敬畏你名嘅人。願我哋活着，為要敬拜榮耀你嘅名，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